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看到最近真正是表态搁表态哈，最近真侪台湾、香港这个艺人哦，表态要停啥？停咱这个新疆棉然后，互大家看甲是硬气哈。到底一挂人为虾米要趁人民币、趁操作哦？这台港艺人哦，专切断家己过去代言这品牌哦。亲像咱讲，这个艺人到底是咧舞蹈一招啦吼。那么看到讲吼，这个风暴是哪滚哪大？原来是这个瑞典这 H&M 吼，这个服装大品牌吼，伫咧去年早就有这个声明吼，讲中国侵犯着这个族群也好，佮有强迫维吾尔吼这个族人劳动的这个事实吼，拒绝要使用新疆棉。啊，咱们看到讲吼，中共自这个共青团开始吼，甲网络、甲中共的这个政府全面来抵制吼，敢若真正亲像咱来讲的这个党机甲一个倒头吼，党机甲倒头这个组合，就来讲着吼，这回中共伫咧操作民族主义这块啦吼。啊，因讲着啥呢？这个棉花组织吼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吼，就是因带头要来抵制着新疆棉这个凶手。因讲吼，这个 BCI 这个组织内底有真侪种品牌吼。除了头最后讲的这个 H&M 以外，咱佫有看到啥吼？这个 Adidas、Nike、New Balance， 佫有 Burberry 吼，这个吼，这个咱讲真正大品牌吼，咱讲拢受到牵连吼。其实安怎讲这个争议无新，他都嘛讲着吼，这个时间吼，为虾米要选择咧这个时阵？咱都讲吼，这去年已经有啊，这个发出来这个声明，已经有为虾米要选择这个时间？原来是中共哦，迄当阵要和欧洲联盟啊协商欧洲中共投资的这个协定吼，所以当阵中共拢安怎激点啦吼。不过最近咱嘛看到讲吼，少年帅伫咧美国也好。美国国务卿吼布林肯伫咧中美会谈的时阵，关注着新疆、台湾这个议题。就连咱看到讲，拜登吼头一场这个记者会嘛，针对着中共的审批问题吼，直接要甲挑战吼，愈来愈强硬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欧洲吼，过去吼人权一直拢是因较重视吼。最近因嘛真正就认捌着中共人权这个大问题吼。伫咧欧洲议会吼要求咱头拄讲到欧盟爱重新来考虑这个投资的这个协定吼。所以咱看到讲，欧洲联盟随伫3月2日宣布制裁着。新疆的这个官员，甲这因这个企业这个实体啦吼，2天了后，咱就看到讲共青团甲中央吼，因就伫咧吼铺文讲哈，即寡厂商真正是吼伫遐吼造谣啦吼，是讲风声讲这个新疆棉花安怎拄安怎啦吼，啊一边佫想要趁中国的这个钱吼，真正是痴心妄想吼。咱嘛看到讲中国外交部长这个外交部啦吼发言人华春莹，伊嘛是这个讲法啦吼，今日咱就要就好好啊看讲吼，这个中国安怎去操作这个民族主义和这个生意和团式这个攻击，啊，这个品牌又做安怎来回应吼？另外，咱嘛要看讲吼，这个国际这个反中的情绪到底吼会安怎来去做一个表现？今日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咱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咱邀请台湾当 Turkestan 协会理事长何条东。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政治大学大史所副教授李福忠。大家好。第四，咱邀请台港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是啦，首先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吼，这个抵制再抵制啦吼，咱讲香港甲这个咱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艺人哦，少年耍为着要趁着咱讲啊，这个人民币趁操作这个钱吼，无少代价甲过去吼，因所代言这个品牌来切落断啦吼。但是这引发着什么款的这个情绪？咱这个看讲吼，这个中国外交部长这个发言人啦吼，华春莹伊安怎来去做一寡批评啊？先做来看。瑞典真有名的服装牌子 H&M，2020年10月份捌伫官方网站发声明，讲新疆维吾尔族人去互强迫劳动，因为安尼因公司袂使用为新疆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原料，嘛袂甲当地任何的生意厂合作。这个声明自是去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出来，因谴责 H&M 伫遐风声放影抵制新疆的物仔，搁拿趁中国人的钱。中国央视甲人民日报嘛拢招来骂 H&M 想要关碗旁，引起侪侪中国网友的批评。针对这点，中国外交部25强调讲，外国企业听欧美的学者对新疆物仔不实的报道了后，采取任何的行为，后果拢要家己承担。中国的市场就在这儿，不需要我们去专门搞什么胁迫。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可能现在中国老百姓也不允许一些外国人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砸着中国的碗。瑞典的牌子 H&M 市值估计有2750亿个台票，中国是因公司第4大的市场，伫中国差不多有520间的店面。
虽然 H&M 中国分公司官方网站紧急出来驳回讲，因并无代表政治的立场，嘛尊重中国的消费者。不过包括天鸟、淘宝、甲京东等等的电商平台，拢已经甲因公司的产品落市，连带百度地图的 App 顶悬 ，H&M 的店面嘛拢全部消失去。也若甲 H&M 同款有加入良好米仔发展协会，简称 BCI 组织的运动品牌，包括 Nike 甲艾迪达等等，嘛去互中国网友挖出来咧网络顶讨论，受到牵连的牌子是愈来愈多。国外他们目前对于我们国家的总是在挑衅我们的国土安全，就其实，在他们根本无法插手的一些领域，然后总是在向我们在我们的底线上不断的去触碰，然后听了以后也挺气愤的吧。我看新疆的棉花绝对没有问题啊，包括从新疆的各种政策，然后新疆的稳定程度啊，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啊。我觉得比欧洲国家什么法国呀、什么这些意大利啊、治安什么的，那一定是能好上上千倍。另外，人民车安全政策中心日时表示，因封锁差不多100外个中国海客的小号，这假人民车的口罩锁定伫外国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利用假的新闻网站或者是维吾尔族人爱用的祈祷网站的连接，用恶意的形式来进行远端的监控。防监控的对象包括维吾尔族的维权人士、记者，还有异己人士，差不多有400外人。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先来看到吼，即阵这中共的这动作吼，真正咱头讲的是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当机也是讲这个倒头，就是网友也好，也是讲中共政府也好，小连线吼来抵制这个品牌吼，这会产生什么款的这效应？咱先请这个郭彦中教授。是，今年拄好是中国加入 WTO 2001年到即摆，差不多已经20年啊。是。但是咱看到伊迄个时阵，答应讲全世界，伊要改变伊的迄款伊国内种法律啦，改变伊对国际社会这秩序。但是阮看到伊个所有的国家拢看到，其实伊并无啥物改变。20年前伊讲伊要改变，但是即摆完全无改，这头一个。然后第二个，伊过去是讲伊是发展中的国家，所以希望大家甲斗相共。但是即摆看起来，因为拄好2021年拄好是中共建党霸党的时间，所以今年对因来讲是上界重要的代志。所以伫这个时阵，咱看到全世界伫这个时阵在抵制中共的迄款压迫行为的时阵，咱看到对这样的行为是无法度接受的。但是为什么会安尼？其实咱看到吼，其实对中国来讲，2020年的时阵，美国伊的迄款美国政府的迄款选举，其实伊感觉伊无法度去判断，所以尾啊等到上后壁的时阵，伊较开始去对迄款美国总统的迄款选举去做判断。但是上重要是伊对迄个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的判断是讲伊可能较早共款，会甲迄个中国来交往。所以咱看到伫2020年的时阵，伊做2件代志。头一件，伊足紧的，就是甲东南亚所有的国家签订 RCEP， 而且伫2020年12月31日，伫过年进前，咱讲西方的过年，伊就是去签订中欧投资协定的迄款口头协议通过，甚至于咱看到2021年的时阵，迄个习近平佮讲伊要参加 CPTPP，看起来伊感觉讲，这个世界伊已经佮有法度重新来控制，结果无想到看到拜登。伊重新来做总统了后，伊对于迄款全世界迄款价值，甲全世界迄款定数，已经开始有无共款的想法。尤其是咱看2月开始到3月开始，其实我看到上感动的是，伫2月的时阵，咱看 G7 峰会，虽然因为疫情，所以咱这 G7 峰会这外国领导人、7国的领导人，因伫迄款网络顶头伫见面。见面的时候，咱看到一个感觉，就是美国回来。而且美国回来上重要的代志，伊回来，伊毋是空手回来，伊是带着伊美国价值回来。伊希望伊过去遮迄个朋友，美国遮的朋友，过去因为迄个拜登进前的政府叫做迄个川普的时阵，因为伊无遵守国际的规矩，不断的退群，所以伊。这个时阵，伊回来的时阵，甲大家讲，我回来，美国嘛回来，过去迄个美国负责任的美国嘛回来，所以开始就开啥物会 ，G7 峰会了后，下来中日、中韩，抑个咱看到后壁较去甲中国伫迄个阿拉斯加碰面的经营，所以咱看到讲，其实
对中国来讲，阮感觉伊家己已经准备好啊，但是无想到伊过去这20天讲话无算话的代志，结果即摆互全世界来共同来抵制，这就是即摆国际的现况。是啦吼，国际这个现况吼，自美国个带头，美国又个转来吼，啊，其实这回这个争议，咱嘛看到讲吼是3月2日欧洲联盟吼，其实吼来个制裁掉这个咱讲吼中共这个部分啊，到底咱讲吼这个4名官员吼，佮有2个这个企业实体啦吼，但地书就讲吼，中国要操作这款这个民族主义，还是讲义和团式的这个氛围啦吼，这个爱国心，中国的这个爱国心来去看遮这个吼国外这个国家拢唔是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咱嘛佫一概来去看到讲是安那这回啦吼，新疆棉会引起着遮尔大的这个争议啦吼，咱嘛讲吼，这个过去新疆棉到底是啥物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占中国吼85%哈，全球20%啦吼，啊真侪全球大厂吼纺织也是要做衫吼，原料拢伫遮来用这个新疆棉吼，是世界3大这个产棉啊这个所在。啊，为虾米这回这个惹争议咧吼？过去这个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吼，伊讲吼，敢若是2018年哦，若有超过着这个57万的这个维吾尔族人吼，去互逼迫这个劳动啦吼，啊去遐这个挽这个棉花啦吼，啊受到严密的这个监控吼，啊作为国家吼强迫劳动力转移的这个计划这个一环吼，差不多这个57万人有安尼的这个事实吼，啊新疆棉这个事件这个部分吼，咱们看到讲2020年3月时阵吼，这个 Australia 因为战略政策研究所就报告讲吼，这是中共要来去援疆的一个计划啦吼，啊真大批这个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人吼，伫咧国际教育营内底吼，被送去工厂强迫因劳动啦吼，啊遮就是咱讲吼83个全球知名品牌供应链的一部分啦。但是美国吼，自咧选举进前，伫咧国会内底就通过着防止强迫维吾尔族的这个劳动法吼，禁止伫咧咱讲吼进口新疆所生产，也是牵涉到强迫劳动的这个产品吼，所以咱看到讲2020年吼10月时阵，瑞士咱头拄嘛讲到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BCI 啊，这个部分就认定讲新疆的这个工人吼继续是受到这个强迫劳动吼，所以要来抵制新疆的这个棉花啦吼。啊，2021年3月2日，欧洲联盟吼所用到这个理由就是侵犯到这个维吾尔族人的这个部分吼。啊，其中4名官员甲一个建设公司吼制裁啦吼，所以这回这个小人选2天了后，共青团就开始啊，这是一个这个咱讲事件一个背景吼。但是咱头拄嘛有讲到吼，咱这个强迫劳动伫咧这个维吾尔遮已经毋是这个新的这个新闻吼，继续咱个请教律师啦吼，来甲咱说明一下，为虾米伫遮这个吼有人讲啊，这回咱讲哦，这个2021年3月2日，欧洲联盟要制裁，啊，到底会影响到咱讲这个伫遐种农的这个农民也好，啊，其实毋是安尼，其实因就是伫国际教育营内底去用强迫劳动的人，咱来解说者。是我想这个上重要的部分吼，中国一直讲咱无证据讲伊什物强迫劳动啦吼，啊，什物迄个棉花这拢是无确实的证据，但是这个其实2020年的年底，这个 BBC 的记者，因有带一个团队去新疆，去做实地调查，啊嘛有4分30秒的这个影片，伫网络上拢会当找到，确实是讲有这个强迫劳动的这个现象存在。而且伊佫配合着这个卫生，卫生伊有这个普通咱个学校啦、宿舍，伊最近佫发现着讲有起足侪栋的这个工厂，每工拢有几落千个红点咧移动，表示讲这就是讲这个工厂甲宿舍拢是牵做伙，就是。为数真侪人拢是伫这个工厂，伫这个所谓在教育营内底咧劳动。当然，这个有一个真有名专门研究这个新疆这个在教育营的一个博士，叫做伊中文名叫做郑国恩啦，郑国恩。伊有分析到中国的文件，因为2018年。这个新疆阿克苏地区，有一个文件显示讲有21万的工人，做一个
移动、转换性的移动，好，这个新港生产建设兵团来去采这个棉仔花，所以表示讲，确实有这个事实存在。是，哦，这个不管是内部的文件也好，还是讲卫星的相片也好，这拢是确实有存在。是，确实有存在哈。头拄啊，这律师所讲的吼，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有一个文件吼，透过这个文件，咱去看到讲吼，亲像这个阿克苏这个所在吼，因为通过着劳动力的这个转移，派出这个21万这个工人吼，啊，因去遐动员，啊嘛伫遐吼替这个生产建设兵团伫遐采这个棉仔花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吼，采这个棉仔花真正是强迫因吼亲身伫遐安尼采哈，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伊安怎？华春莹即阵伊搁摕啥美国过去的这个相片啊，真正是德高到菜刀啦吼。咱看到伊摕出来这个相片是伊伫监狱内劳动的这个画面吼，乌白摕来做着这个美国乌人吼做奴隶这段历史啦吼。啊，你讲吼，这个美国过去有压迫着乌人的历史无？当然嘛有啦吼。但是美国人知影讲吼，即件代志是毋对，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150当前因就拍一个内战吼来去反省啦吼。然后咱嘛看到讲吼，美国吼真骨力吼伫咧非洲裔的这个部分来去提升因种这个权力，亲像讲会当投票啦吼。啊，去年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美国警察虽然有无公平对待这个非洲死亡这个部分，但是造成着全美这大规模这个抗议。但是咱看到讲吼，即阵这个家属已经摕到上100万的这美金政府的这个补偿，甲这个平反吼，这就是讲美国人继续咧反省的一个良心啦吼。甚至咱看到讲啊，过去的这个总统 Barack Obama 当选吼是头一位非洲的这个美国总统吼，所以共款着这款的这战术，咱来回顾着这个维格这个历史也好，中国的历史也好啦吼，真正中国敢有这个良心，亲像安尼吼，人权的部分拢会做较够。咱继续请教霍金老师。是，事实上吼，这个中国共产党吼，因为这个咱先来讲伊这个劳改制度啦吼。因建国了吼，71年前建国了，因为着这个压制这个社会上可能有反对共产党的这势力。所以共产党为1950年了，就建立一套制度叫劳改啦。事实上就是劳动改造啦。这你若念4个字，就劳动改造。劳动改造伊意思就是讲，我即马设立一个，哪像一个营区安尼。啊，甲恁遮个人吼，恁需要劳动改造，拢送入去，啊，恁就爱去种田去劳动。啊了，家己想办法，家己饲家己，哦，家己你甚至都爱去工厂去做工去趁钱。啊了，中国呢，佮甲这个因生产的物件，哦，放去国内市场，还是甚至外销。哦，这套制度其实因已经用70年嘛。啊，即个伫新疆最近这几年，咱你讲的再教育营，事实上就是因的劳改制度的一部分啦。对，应该讲，伊个劳改制度伫新疆的一种典式嘛，一种形式嘛，吼。啊，这个劳改制度吼，也是讲即摆这个在教育营吼，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互送去这个劳改营，也是在教育营的这个人吼，因事实上是无经过司法的。OK。哦，这毋是讲我即马经过法院啊了，法官判几年啊，你送入，毋是，迄是直接用行政的这个命令，哦，行政命令直接讲啊，都我警察，事实上警察机关，警察机关就我都甲你判讲，你送去再教育，还是讲去劳动改造几年，哦，这事实上中国大陆过去这70几年一直拢有这套制度，所以当然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你若讲全世界唔知，就准拄煞。毋过即马因为西方世界即马就是一直这几年一直有迄个新闻出来嘛，就是新疆的这个维格族人吼，因为因受到这个无公平的对待嘛，啊，迄个家庭拢叫拆散吼啊，所以新疆有足侪消息传出来，啊传出来了，西方世界本来。前几年中国的态度佫无遐硬，啊，西方世界我想讲，敢是互中国，咩讲啊？想办法互中国迄个遵守即个世界规范嘛。啊，毋过这几年迄个中国的态度，咱嘛知影讲，
这个因即摆总书记吼，因即摆领导人叫习近平，是，伊大概最近这几年，迄个态度愈来愈硬斗啦，愈来愈硬斗。伊习近平伫国内哦，因咧国内就画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嘛。对外就是咱即马定定看到的因这个阵容外交。因为外交官即马拍的出去，即马是全世界最罕见的，就讲恁外交官是去甲人来往好来好去的对。即马外交官变做去甲人冤家，不管什么场，不管什么场面吼，伊就一开始就。开始态度打甲足硬，了，迄话嘛讲甲做歹听，所以这话是最近这4、5年吼，咱才看到讲，中国外交官你嘛，即马那迄十几年前杨洁篪吼，因即马即届去美国阿拉斯加甲美国咧谈判，即个杨洁篪，伊是足资深的中国外交官，做过3任的中国美国大使，你知道？是。即届伊去阿拉斯加，伊就哇一开始迄话就讲足歹听，足奇怪，即个。中国即马外交官换一个头家，因为外交官换一个面吼，面腔换，所以看起来中国这几年因的态度就是变甲讲吼，中国规个政府因的态度就是甲全世界吼，迄个要对呛啦，要对呛，因这个态度就怎下美国、欧洲哦不得不，你即马你态度遐歹，你也无想要改变你的做法，你的人权的状况佫无好，所以必须讲即个欧洲的国家啦、美国啦吼，你一定爱来面对讲因的状况嘛。事实上我是感觉讲即个新疆的棉啊，这件代志无小心啦。无小心逼出来，因为咱知影 H&M 迄个声明是旧年已经1年前，所以有人讲迄个时间上这个部分，当前的代志，那即马提出来讲哦，这个事实上是因为顶礼拜这个欧洲制裁中国4个官员嘛，中国怎甲这个物件提出来做借口，怎甲你对起来，对压出来，所以我讲，但唔过啦吼，唔过唔是讲因为安尼，就是讲这件代志就好准拄煞，无遐简单啦。我看即马因为中国态度打出去欧洲嘛讲这件代志袂当搁放伊煞，所以我看这后煞吼，后煞落去都爱看讲。中国你若要真正安尼要甲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美国、欧洲安尼对强的话。我看这件代志是无遐好收煞啦，无遐好收煞。其实咱看到吼，中共因国内这个部分吼，其实嘛是这个两面啦吼，就是一面就是讲话底坐，面对着可能因介意的这个品牌，有的人嘛是照穿啦吼，但是因嘛是一种义和团式的这个攻击吼，对因国内人嘛是安尼有攻击吼，对国际这个品牌来讲吼，尤其是这个攻击无咧手软的吼。继续，咱过来请教教授啦吼，所以安尼看起来，这真正是挡袂久，也是一场吼真长的这个战役咧。我感觉因即个抵制方式吼，是绝对挡袂久的。挡袂久是对这个大品牌来讲。若像咱台湾有一个艺人是无挡头的，迄是一了就随变过，所以这是绝对挡袂久。若挡袂久，当然你的品牌若愈好的，吼会当看到拄则主持人所讲到的，足侪美国啊、欧洲啊，这大品牌，其实因大家拢吐掉咧。等到像这较俗的。不管是Zara，还是讲像这个无印良品，台语怎变成讲你成年了怎变无品？像这种的品牌，伊就绝对挡袂久。所以咱会当看到就是讲，你若讲遐介绍本来就会当定较悬的，伊家己品牌本来就有一寡内容的，因会当讲去用较贵的这个原料，所以因就会当吐较掉。但是你若本来就走这个足价位的，这个衫啊，这个袜啊。制造商当然伊就挡袂掉，所以伫整个来讲呢，我感觉欧洲啦、美国啦吼，也是讲加拿大啦，因去对中国即个新疆的人权吼，会当甲因处理，我感觉这是足好的代志。颠倒会当互一寡专门咧拼俗啊，还是讲帮中国咧拼俗啊，即个厂商吼，会当互因淘汰。吼，这嘛是会当互咱消费者甲一件去熟悉讲，啥物也做价值，啥物也做真正的人权。因为咱会当用一个上直观的方式吼去看人权这件代志吼，我毋是人权的专家，但是我会当对人权，中国若无重视人权，伊敢有
可能去重视这个劳动的人权，无可能。伊若无可能重视这个劳动的人权，伊就无法度去重视劳工的这个成本。也就是讲，伊一定会不断去压价这个劳工的成本，会当互伊这个劳动的环境呢不断的恶化。目的是啥？目的是要互伊的出口的这个厂商有较大的竞争力。所以中国会当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工厂的这个地位，加上伊去不断的去强迫劳动这种的这个事件，事实讲来，伊这个会当摕到遮大的利润吼，这会当讲是真无道德的啦。是。好，所以我是感觉讲，伫这件安尼整个的事件安尼发生吼，对着规个世界来讲，绝对是正面的。唯较遗憾的就是讲吼，后面吼出手伤慢啦。伊应该爱伫拄则主持人有讲到，因要通过这个欧洲参中国的这个投资协定的进程，当然爱甲送议会啦吼，爱甲送后面的议会，因即卖是无爱审嘛。较早是讲要严审，即卖是完全无爱审嘛。但是我感觉伊是参中国咧讲了进程，就爱先对这个人权爱先确定，确定讲你无去违背到这个劳工的人权的问题，我较来参你签这个投资的协定。啊，无你怎啊变成讲，是毋是欧洲的厂商未来若去中国，有哪会中国迄套去压迫人这个劳工的这个人权？啊是讲中国的厂商若走去欧洲、欧盟咧投资的时阵，伊会用因中国伫新疆迄套，怎啊摕来压你？这个欧洲的劳工，这对着不管是对一边来讲，这拢是真唔好的。对着咱规个劳工的这个环境，嘛是会当讲足大的这个伤害。是，所以我是感觉讲，虽然讲出手有一点仔慢，但是我感觉包含咱台湾规个大家爱来思考，就是讲对着这种的事件吼，咱对着这个劳工的环境，一定爱好啊，互伊维持健康。安尼伊有健康的劳工，伊甲你生产出来物件较会好嘛，品质较会好，你介绍卖了较会好。伊嘛较有时间通去甲你消费，是，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事件吼，对着台湾遮侪艺人吼出来支持讲中国继续去压迫劳工这个问题，我感觉这要足注意的。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比如讲这电商啊，吼，因拄则甲这个讲支持新疆，甲无爱用这个新疆棉的这个厂商规个落价吼。其实我感觉包含咱台湾内底有足侪国家嘛会当甲这个电商吼规拢互落价啦吼，是。有影啦吼，虽然看到讲吼，伊咧甲向反制啊，台湾人会当吼看到价值的这部分吼，共款吼反制因吼，这是咱会当去做的这个做法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侪种这个品牌啦，咱看到 H&M 吼，去年这个声明咱头拄讲过吼 ，Nike 嘛讲到去年的声明内底讲咧，并无请这个 Uyghur 这个员工啦吼，啊嘛是无使用着新疆纺织，啊是讲这个吼纺纱啦吼，啊去互抵制。Hugo Boss 吼，伊25这个时阵吼，透过 Weibo 吼来通过着讲吼来停新疆棉，啊买手阁改喙啦吼，讲因伫这个官方广告讲吼拒绝来使用这个新疆棉啦吼。啊 BCI 咱头拄讲着吼，较良好的这个棉花的这个组织内底啦吼，咱看到讲吼亲像 Converse 啊、Adidas、Puma、Uniqlo、Calvin Klein 吼，这个品牌吼，共款是由这个中国网友来去抵制甲封杀吼。啊，伫电商头顶被消息关闭这个门市啦吼，等等的遮，咱阁看到头拄啊，这个教授讲到吼，无印良品吼，即阵中国总部吼并无拒绝使用这个新疆棉吼，啊，佫有真大量新疆棉产品吼，当咧卖啦吼。啊，另外咱嘛看到讲吼，也未表态，亲像这 Burberry 甲 IKEA 吼，嘛是吼，这个中国网友来去出征啦吼。啊，另外意大利品牌啊 Benetton 吼，等等遮吼是主动发表声明讲，无要佫再使用这个新疆棉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嘛吼，佫一解看到咱行政院这个苏贞昌院长嘛讲吼，台湾是真正注重人权的这个国家吼嘛。会抵制着违反人权的这个作为啦吼，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表示讲吼，若是联合国禁止台湾，嘛会对你做，先做来看。新疆人权问题引起国际关心，服装品牌 H&M 因为抵制新疆棉不止伫中国被消失，部分国际品牌也伫中国被抵制。啊，不过包含台湾名称欧阳娜娜等人在内，因为支持新疆棉，表态甲相关品牌停止合作。行政长苏贞昌当为批评为私利，无重视人权。行政院做一个决策都是影响国人、影响各方面，我会了解，因为各部位还没有报上来，所以我现在，但我一生为人权努力，没问题，抵制这个了解，委婉人权的事务，
我是一向还没有决定这个态度。台湾是不是会提出行动反制新疆棉禁止进口？苏贞昌讲爱去了解。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是指出，台湾会参考国际标准来运行。国际上特别是联合国如果有什么样的做法，我们都会来参考。根据胖头会资料，台湾为中国进口棉本来就无济。近3年，美国占台湾棉进口量是4到5成第一，印度是第2名，中国部分唔是少量，就是零进口。越南或者是中国设厂的大商也表示，无使用新疆棉，或者是部分使用新疆棉，产品是供应中国内需市场。如果我们要抵制的话，是可以说从原产地是中国，你就认定它应该80%的几率是新疆出来的。但是你这样一抵制之后，会有产生一个国际麻烦的事情啊。专家指出，新疆棉占中国总产量80%以上，也就是中国制造的棉质商品，差不多拢有新疆棉成分。在台湾，大部分的商品也拢是中制情形之下，要彻底禁止进口，恐有难度，有贸易的风险。不过，在抵制风波之下，相关品牌厂若是要刷出中国，转移生产供应链，台湾纺织厂就有机会受益。20到台湾纺织股就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这回这个事件吼，有人讲到这个习近平是要做皇帝，然后都用到民族主义这个步数，然后就看这个奥步，然后伫咧中共面对到这个内外这挑战时阵，互历史搁一届来重演吼，重演着什么？咱过去看到讲吼，这个义和团事件这时阵吼，真正是胡清国来灭西洋，这款这大战吼，真正啊，亲像咱讲吼，这个外交大战，咱都要搁回顾到这个历史啊吼，嘛毋是历史吼。这个几礼拜前呢，吼，咱看到讲吼，这个3月18吼，美国甲中国阿拉斯加吼，这个高层会谈吼，双方伫遐抢来抢去啦。迄当阵，美国国务卿吼甲布林肯这个部分吼，真正是关注伫咧这个新疆甲这个香港、台湾这个作为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因为这第讲啥，新疆、香港、台湾拢甲这个中国吼无恰到分割这个领土啦吼，中国。反对吼，美国干涉到这个中国这个内政吼，3月23，这个罗西亚外长吼，这个见面的时阵吼，佮讲着啥吼，对俄罗斯和中国吼，佮无这个制裁吼，是真正无明智吼，无明确的这个作为啦吼。3月23日，这个布林肯吼出席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时阵吼，伊讲吼，美国这款的这个合约的这个行为中国啊。这个协调的行为吼，咱讲吼威胁到这个咱集体这个安全和繁荣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美国吼小连续伫遮做一寡表态嘛，人讲吼这是美国甲中国吼这个新冷战时代这个来临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华春莹是伫遐提倡讲啊，这个美国和这个五绿目洲这个联名吼，甲其他咱看到咱头讲到啊，可能中国也好。这个部分吼，这个制裁啦，真正想到这个八国联军吼，这个八国联军的这个事件吼，甲这回有啥有人安怎来形容吼？你感觉是要讲，还是讲有另外这个部分无？我感觉是完全无共款啊，因为较早迄款伫清朝的时阵，甲即摆中国讲要徛起来，面对国际的制裁，其实咱看到吼，那个上重要就讲过去内底，对中共来讲是。国际去甲制裁，但是即摆是咱看到的是讲，伊想要行出去的时阵，拄着大家对伊的迄款态度已经无共款啦。但是咱看哦，咱即摆即种戏剧顶头，咱来比较看觅。3月18，迄个杨洁篪甲王毅去甲阿拉斯加，去甲美国的迄款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大家讲了无讲介好势，结果转来了，你看3月23，伊甲俄罗斯外长。迄个走去桂林吼，走去坐船接饭，哦，你看迄气氛偌好咧。所以咱看到就是讲，其实中共想要营造出一个迄个感觉，就是啥物感觉咧？就是讲这外国在甲制裁，即摆有兄弟要来甲伊相挺，这个兄弟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所以咱看到吼，这当然咱知影。第二次大战了后，有所谓冷战的开始。这届是毋是新冷战的开始？其实我感觉是差足济。为什么？因为这届咱过去内底讲新冷战内底，咱有北约甲华沙公约组织这两个对抗。但是咱即摆看到，即摆中共敢若有啥？有俄罗斯，有北韩，有迄个伊朗，这3个国家。极端的国家啦。极端的国家。但是咱即摆看到美国为 G7了后，就甲全世界讲，我准备好啊，我转来。希望大家加入我来制裁中国的行列。咱顶一段节目内底讲到 HMM 的部分，因为咱知影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你若要制裁一个国家，你需要有法律的
依据。好，所以咱看到去年 H&M 想要发这个声明，就是因为美国讲到伊制定新疆法了后。啊，有这个依据，好，所以咱看到今年开始做一寡制裁，啊，所以后面嘛对后壁对着，虽然是有较一慢一寡，但是伊嘛对起来。但是上重要的是咱看到的是讲，即摆除了美国醒起来，另外国际组织嘛开始醒起来。咱还讲到迄 BCI 的部分，伊发挥伊的道德勇气，因为咱知影哦，2017年的时阵，伫中国大陆有出一个法律叫做境外 NGO 法，就是讲。你外国的遐 NGO， 你若来到中国吼，你必须要遵守中国法律。重点两个，第一个你袂当摕外国政府的钱，第二个你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是啊，安尼了后，咱看到遐境外 NGO。一个去赶出去，一个就叫花出去的时阵，你就完全无法度去对这个遐劳动人权啊，包括咱看到的遐什么维吾尔族的迄款较无人道的部分，渐渐咱愈来愈听袂到这个声音。但是咱这2年内底，咱开始看到有一寡国际组织，咱还一寡来宾嘛有讲到，亲像南开报告，南开报，迄是中国家己的迄款学者去写出来，但是伊无注意，伊当作这是好代志。因为这2年内底，中共咧杀啥？叫脱贫攻坚，把所有迄款善良人拢总甲变做一般人，所以伊甲新疆人吼，甲变做一般人的时阵，伊当作这是一个拍马屁的方式。结果无想到讲，这拄好恰好变做是国际来这个抵触迄个新疆这个禁忌的所在。吼，所以咱看到讲国际其实是已经变了无共款的部分。啊，但是中共佫想要用过去迄种压霸行为来做回应的时阵，其实是差真济。有影吼，这个中共的这个回应吼，过去咱嘛看到真济啊，拢是这个一贯的这个回应方式，但是世界已经改变吼，无共款啊吼。咱讲到吼，这个过去啦吼，这个新疆这个部分吼，新疆这个名就好啊吼。就是这个中共统治者吼，还是讲吼过去统治者该好的吼，就是咱讲西域吼，新疆新占领这个一个土地啦吼。继续咱个请教吼律师啦吼，其实咱讲到这个伊的这个正名吼，应该是当这个 Turkestan 吼，来甲咱说明一下。我想这个新疆这个名称，就是应该是清代清国迄阵伫1884年，因。甲这个新疆由这个左宗棠，伊入迄个新疆，杀死几落百万的维吾尔这个人，所以强制甲授予清国的这个统治之下，伊建省，就是变做讲伊是中国，应该毋是中国，清帝国新的领土，这叫做新疆。当然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也是好，中华民国好，嘛是延续这个名称啦。其实新疆这个名称是用中国对汉族的观点来甲这个新的这个领土，伊做这个称呼。实际上因真正应该就是那英文来讲是 East Turkestan。那翻做这个中文就是讲东突厥斯坦。这个斯坦就是。东突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生活的所在叫做斯坦。因这个维吾尔人，因讲若是用华语来称呼因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东突厥斯坦。卖叫因讲是什么？东土耳其斯坦。因认为讲华语来讲是维吾尔人。毋是讲为主也好，还是为人也好。我想讲这是一个基本的，咱对维吾尔这个族群也好，还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就像讲咱2018年，咱伫这有一个台湾正名这个运动，咱就是无希望讲咱伫东京，还是讲世界，向认为讲咱台湾是 Chinese 台北共款。所以我想讲。咱基本上对这个名称来讲，这是对一个事实，对一个事件还是事实，是一个基本的
认办啦，是啦吼。所以咱头拄有这个教授讲到吼，这个新疆吼，就是1884年这个满清政府吼正式划入吼，因为这个版图领土这个一个名啦吼。那么讲到亲像这个东 Turkestan， 还是讲哦铁北吼、蒙古啦吼，还是台湾、韩国、越南遮，拢嘛毋是这个吼，自本拢毋是属于这个中国这个部分吼。啊，中国为着要伫遮吼统治啦吼，所以伫遮吼进行真侪种汉化的这个措施啦吼。所以即阵咱搁一摆来讲到这个再教育营这个部分吼。伫咧吼维吾尔吼，即个部分吼，含汉人来去通婚，还是讲吼禁止因吼讲一寡即个母语的部分吼，真正有够惨的惨啦吼，限制因即个人身自由啦吼，逼吼因来去吼通婚也好啦吼，另外咧吼，就是讲要求着即个少数吼，即个女性爱去体检吼，检查伊是毋是有生吼强制实施着即个吼，会当讲吼，卖互因生遐济即个部分吼，啊禁止讲吼，遮咱头拄讲的当 Turkestan 即个语言吼，含即个吼地区吼有发布着什物禁止学校会当吼，干那使用即个维吾尔语言含即个文字，然后若是无落实着双语的即个教育吼，严重来去处分吼，所以咱讲吼，这是豆豆啊，即款的即个文化族群的即个灭绝吼，所以咱嘛有另外一个吼整理报道先出。观众们，搁做来看。济维吾尔族人从亚路火车排规排坐伫涂骹，因的目睭拢去互乌布掩起来，双手封口伫背后，搁红剃光头，按算有300-400人，最后全部伫严密的监控之下被转移。传即段影片的人讲，镜头之下的新疆现代社区，人失去了自由，未来也无希望。中共即几年以反恐恐怖做理由，甲新疆地区上100万维吾尔族人关入去再教育营，对外讲互因免费的职业训练。今年初，搁调工开放媒体参观再教育营，受访学生嘛拢表示讲，因捌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愿意接受改造。你是犯了什么罪呢？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将军人员讲的一些言论，然后通过听了他的言论之后，我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然后违反了国家法律。The prisoners were also given injections. They weren't shots that were meant to heal them. They were injections that were like torture. They were used to take control of their minds.前一阵仔有10外个妇女为主的哈萨克民众，伫第一大城阿拉木图的中国领事馆外口，摕亲人的相片大声抗议。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指出，已经有几啊千名有中国公民身份，嘛伫哈萨克有居留权的哈萨克族人，伫新疆各地互逮捕。古尔奈的翁婿阿克巴就是其中一个。жаңағы мені өте қатаң тексеруде болды ол кезде. Сонда мен бір 15-20 күндей ғана тұрдым ба екен? 20 күндей тұрдым ау деймін. Ары жүрсем де жаңағы сақшы мәшинесі ары артымнан еріп жүреді, бер жүрсем де артымнан еріп жүреді.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虽然新疆人口敢若占全中国的2%，但是被逮捕的人却占全国总数的2成2。中共大规模压迫维吾尔族人的情况受到国际关注。不过，就算是安尼，侪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迫害维吾尔族地区的行为，嘛敢若是口头讲咧。只有美国政府自创到拜登时代，一方面指控中方伫新疆实施种族灭绝，一方面通过立法授权政府制裁涉嫌迫害人权的中国官员。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到中共吼，伫遮吼做真侪监控，然后其实这个霍江老师吼，过去伫咧这个新疆的时阵嘛，去用抓过28点钟，这是虾米款的这代志咧？哦是，迄阵我是记者啦吼，这件代志已经是1998年的代志吼，20几年前的代志。我迄时阵是记者去接受邀请吼，去新疆的首府叫做乌鲁木齐嘛吼，台语念起我自己怪啦，乌鲁木齐。去遐做采访啦，吼，因邀请阮去的，吼。我当年台湾的记者去到乌鲁木齐，总是想讲我敢会当探听一寡吼，探听一寡迄个因的即个独立的即个运动啦，吼。伊总是探听是嘛，对台湾的记者来讲，这是足自然的代志。是。我有听到一寡消息啦，听一寡状况，一寡消息，我就写做
报道嘛，写新闻嘛，啊，我用迄个传真机吼，传转来台北嘛，啊，我伫咧传真的时阵，就去互因监控着啊嘛，因就知影讲我有传一寡物件等于台北嘛，是，啊，所以就给我掠起来，啊掠起来了就给我审问嘛，其实吼，其实因为我是台湾记者啦，吼，所以因的目标其实毋是我啦。OK。因的目标是想讲，我的消息是为对来啦。啊，要掠遐个人。对啦，我若就是意思就是讲，我若愿意教吼，教啊，因就会当去知影讲是嘿听，啥物人透讲这个消息，互我知啦。啊，好佳哉吼，好佳哉迄阵拄啊，即个台湾的高政府吼。海基会董事长高政府要去北京访问啊，伊搁差不多搁这个一个月就要去北京，啊，所以北京就无希望讲这个时间台湾甲中国这边搁发生什么歹看面的代志，所以北京就一通国台办一通电话叫新疆较紧放人啦，所以我是因为安尼较放出来，啊，我做欢喜讲这28点钟吼，无讲受这侪艰苦安尼啦，毋过为这件代志你通看出来讲迄个。就算讲20几当前，哦，新疆的这个情势也是足紧张。然后新疆了外毋是警察的，了外是国安局的。新疆的国安局，新疆因的不管是北京中央，还是新疆当地的国安局，对这个所谓这个独立的这个势力吼，因足势利的。是啊，迄个目睭紧你四界吹四界看安尼。所以像我安尼，我刚写一个新闻啊，传登来台北就发生安尼的代志。是。所以你就知影讲，这个新疆其实20几年前，像这个汉人哦，中国政府甲这个维格的族群，事实上迄个关系已经足紧张。是。啊，我伫新疆去迄阵20几当前去新疆，我有碰到一个囡仔啦，迄个囡仔愿意我。讲一寡代志互我听啦，迄个囡会当讲中文的，我当然是该用中文讲话啦吼。啊，伊的即个囡仔就讲，因伫学校吼，老师拢也教，当然老师拢是中国人啦，我汉人。老师也教讲，恁迄个信迄个教是迷信啦。哦，恁信的教是迷信，迄个物件袂当听一。啊，恁伫顶下听政府的，啊，恁顶爱讲即个普通话。啊，所以我刚才20几当前听这个囡仔咧讲，我就知影讲啊，这个中国政府咧统治新疆吼，事实上因是通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教育 ，OK， 啊，想要消除因的宗教、因的文化，啊，改变因的思想，所以这几年吼，最近这10几年发生的代志，我一点仔拢无意外啦，我是讲讲。你若安尼要压制新疆的这个维格的族群吼，唔知当对日因就开始反弹嘛。我想讲这是足自然的代志。是啦吼，咱嘛望这个反弹，这是可能真正会来到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啊，真侪种这个讨论吼，尤其咱讲吼，因讲因无强迫到真侪这个劳动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讲国际社会真正真重视这个人权吼，到底这个新疆民咱讲吼对这个行为也是这个风波会安怎发展吼？其实咱嘛看到吼，这个吼咱讲股票的这个部分吼，即阵吼这个民会这个吼介绍是较起的啦吼，所以咱讲吼嘛带动到咱台湾这个纺织族群吼，真正这个嘛咧对得起啦吼。啊，大厂使用这个新疆棉这个比例无悬吼，啊，拢用到这个巴基斯坦吼，还有印度啊，是讲印尼还是讲美国棉来为主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真侪这财金的这个部分吼，有人去讨论吼，亲像这贾金河伊讲啥？中国这款的做法吼，会冲击到规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体系啦吼。另外来创造台湾供应链的这个机会吼。经济学人吼，杂志嘛讲吼，中国经济安尼霸凌吼的加速，甲西方国家吼经济吼脱离啦吼。另外这个微信这个部分吼，因讲啥？这个纺织业者吼是中国真正优势这个产业吼，但是加所以这个劳动密集的这个产业真正吼替代性真强吼。若是这个订单。一离开掉中国，可能就永远袂阁倒来。继续请教教授，敢是有影咧？我感觉对一开始来讲，就是讲这个民会介绍啦，因为安尼管制变成起价了，是毋是会互咱台湾一寡做纺织的业者有受惠吼？但是这你爱看有库存无 ？OK。伊若无库存的话，明仔火若咧起价，起嘛会起你啊。是。所以对你来讲，你的成本嘛是增加，你的利润嘛是小可袂增加。但是你若一开始你若有足侪明仔火的库存，啊，即摆明仔火若向要
起价时阵，当然你就会趁到一寡掠外即个利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咱有即个一寡媒体吼，咧讲是毋是讲即个新疆棉若去用这材料，对咱台湾的供应链吼会有足大的帮助。我是感觉，即个部分。我是较正常来看啦，正常来看的原因是啥呢？就是拄则咱咧讨论的时阵有讲到，有一寡品牌的厂商，伊嘛是继续支持，想要用即个新疆棉。OK。有一寡厂商，伊就做明确讲我无要用啊。所以你若因为咱台湾足侪纺织业的业者，咱毋是品牌，咱是代工。所以你若代工的品牌，伊要继续用中国的即个棉咱要安怎？你要继续参与做伙用吗？咱拄则嘛有看到讲，继续参即个中国参即个品牌，伊若要继续用中国棉影花的遮个厂商吼，其实因的继续通常拢无悬。通常拢无悬，你做伊的代工厂来讲，你的利润绝对无悬。所以伊要安尼继续行，你嘛是必须爱安尼继续行。除非你的纺织的技术，你有法度去做遐大品牌。但是伫大品牌这厂商，人因本来就有因家己的供应链啊，这合作的厂商，所以你到要拍入，其实是无遐简单的。因此，你若要讲，那因为这个中国的棉花去用禁止了，是毋是对咱台湾的这个纺织业者会有偌大的这个影响？这我是较保留的啦。中国的这个咱讲外资企业，安尼一个离开无？中国的外资企业当然，我感觉伊绝对会离开较紧，因为咱伫咧设厂的时阵有一个足重的重点，就是讲，我若离原料较近的话，我会设厂设伫遐。即马若愈来愈侪人无爱用中国的棉花，我这个厂商我设伫遐，我做源头的，我就刷去印尼啊，我刷去印度啊，刷去这离我的原料较近的这个所在。我若佮继续设伫中国，我棉花对印度、对印尼要入来，中国敢有互你？敢有可能互你入来？嘛无可能互你入来。所以这个厂商伊会刷出来，我嘛这是确定的。所以拄则经济学人咧讲，伊会加速中国参西方即个供应链继续即个脱钩，我嘛这是确定的。但是对着咱台湾纺织股的即个股价吼，是毋是有足大的即个影响？我感觉咱各位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吼。当然，伫咧投资股市的时阵，有的人会借即个议题吼开始去碰着。但是你要有一个做明确的头壳，就是讲，因咧代工的这个咱台湾的代工厂，咱台湾嘛有上市公司专门咧代工拉落来啊。拉落来，伊若态度毋是遐明显，伊要禁用，咱哪有啥物受贿？咱嘛是可以继续安尼做。当然，你会当留啊一个思考，就是讲，伊要继续做中国的市场，所以。大家拢无爱做中国的市场啊，干那伊要做中国的市场，伊的订单会较愈大。你会当安尼反向去思考啦，吼。但是我感觉大家有哪会较理性的去看，你要投资的这个厂商、这个上市公司，到底伊是属于对一个供应链，属于对一个品牌，安尼来做投资较明确。OK， 毋是要鼓励大家去买迄个股票啦吼，毋是安尼啦吼，咱大家好啊去思考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亲像这个新疆这个会棉花这个事件吼，咱看到吼，头拄嘛讲到这个 Antony Blinken 啊，美国国务卿吼，伊讲吼，北京用到这个吓人这个行为啊吼，或者这个人权甲自由的这个发声的人吼，因点吼，安那。会抵触到国际加强监督中国伫咧新疆的这个作为。随便咱看到这个 H&M 的这个品牌对棉花工人的这个权益，这个承诺中国虽然是重要这大国但是咱嘛希望讲真爱有咱讲的真好的这个对话甲交流啦另外咱看到这个罗冠聪伊讲支持新疆棉等同就是支持啥物？这个族群的这个灭绝的这个行为啦还佫有些大规模这个拘留性虐待还是讲族群的这个清洗宗教迫害就感觉到真正是亚神咱的这个蔡英文总统讲人权是普世这个价值，好北京咱讲看到维吾尔族人这个人权的这个议题停止压迫，这是化解国际质疑甲对立的这个冲突国民党则是无表态，敢若呼吁这两方执政者应该合作，有站在这个强迫表态这个风气啦嘛尽力保护受到波及的这个台湾艺人甲企业啦所以咱继续过来请教到教授啦，咱看讲两个。咱看到执政党和在野党这个表态这个方式咧。
是，咱看到吼，其实人权是普世的价值，但是咱看到即摆国民党讲法吼，讲爱去保护这艺人啊，这企业，这是无毋对的代志。但是咱这艺人，咱这企业，即摆伫中国大陆遐做表演，去遐做遐，但是对着人权这件代志，其实咱看到伊的价值愈来愈甲中国的讲法愈来愈共款。咱看到。习近平过去即摆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伫联合国内底一直在讲这，伊背后的迄款讲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所以中国需要发展权。这种发展权甲西方在讲的所谓普世的人权，迄是无共款的。小微不同，迄无共款。普世的人权内底，你也有投票，你也有选举。是。但是对于迄个所谓发展权内底，你有食饱无？你有自由哦，你有法律无？你有这，迄拢对伊来讲无重要，但是对伊来讲上重要就是国家爱发展。所以你的啥物自由人权、法律，这拢会当放去一边。是。所以你会看到这部分开始愈来愈就是甲国际迄款价值是愈来愈无共款，但是愈讲愈大声，佮感觉伊讲了足有道理的。是，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爱来反对这款的讲法，来提出咱对正式的迄个人权是普世的价值。咱大声来讲出来，有影啦，所以咱讲吼，真正有良心的中国人吼，敢要吼，真正烧钱来解放这个维吾尔这个族人吼，你嘛爱当督啊向这个中国政府讲，这个维吾尔这个人权的问题，这是一个正办。今日感谢秀兰斌，感谢乡亲好朋友去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